馬草黎話係對方主動識佢，涉嫌喺沙田非禮同強姦29歲社民連女 fans 嘅維園阿哥馬草黎，尋日由好友李慧儀陪佢去馬鞍山警署報到。大家都辛苦，亦都知道大家久候啦。因為呢啲傳聞同埋揣測越嚟越多，同埋甚至乎係去到一個失控嘅地步，所以咧我亦都真係決定咗向一男一女同埋一個傳媒機構，從法律嘅途徑去作出一啲追究嘅行動。佢冇講會告邊個。據了解，尋日喺差館，警方安排認人手續。對於另一宗涉嫌喺中區非禮19歲泛民女義工嘅案件，警方尋日正式拘捕佢，兩單案暫准保釋，月底前再報到。馬草黎接受新一期一週刊訪問，話同非禮強姦案事主 A 5號喺城市論壇識㗎，係對方主動親近佢。消息話，事主 A 3日之後請馬草黎上佢屋企，到12號嘅論壇之後，再主動請多次上去，兩個人又發生性行為，期間冇嗌過交。不過喺馬草黎被捕之後，竟然收到 A 嘅鼓勵信，仲係啱啱嗰個星期日喺城市論壇見返 A， 仲坐喺佢後面添。馬草黎話係對方挑釁佢啊。至於非禮案19歲嘅事主，馬草黎就話唔會強迫人做唔願意做嘅事，話佢哋係朋友關係。